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熱辣新聞。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撳黑個鐘仔訂閱我哋嘅頻道。今日係2026年4月7日星期二。今日同大家傾嘅呢單新聞喺娛樂圈入面引起好大嘅爭議。大家都知，今時今日做藝人除咗拍劇、唱歌，社交平台就係佢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地盤。但最近東周刊收到獨家消息，話大台 TVB 為咗加強風險管理，竟然強制旗下所有藝人交出個人社交平台嘅帳號同密碼，要嚟做中央管轄。呢個消息一出，成個電視城都議論紛紛。據講仲引發咗幾位受力捧嘅小生花旦強烈不滿，佢哋甚至唔怕冇公開，都企硬拒絕妥協。今日就同大家詳細分析呢場社交平台控制權嘅攻防戰，睇下大台今次究竟係管理需要定係管理過界，而班反抗軍由邊度嚟嘅勇氣？講到今次事件嘅導火線，就一定要提返之前東周刊嘅獨家報導。消息指出， TVB 近日突然出招，要求旗下藝人交出 IG、Facebook、YouTube 甚至小紅書呢啲社交平台嘅帳號同密碼。呢個措施並唔係單純叫你交個名出嚟咁簡單，而係要實行中央管轄制度，即係話藝人以後想出咩 post、講乜嘢説話都要由公司嘅專業團隊審批把關。聽落係咪好誇張呢？但最令藝人反感嘅仲唔止呢樣。據講新條款入面寫明，就算藝人將來離開 TVB 完約之後1年之內，佢哋嘅社交平台帳號依然要歸 TVB 管理。簡單嚟講，即係你個人辛辛苦苦儲翻嚟嘅粉絲，你嘅網絡影響力，即使你離開咗，公司都仲可以徵用多1年。呢個消息傳出之後，聽講好多藝人私底下都好不滿，覺得呢個要求太過苛刻。正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有啲藝人為咗保住個飯碗，唯有硬着頭皮照做。但根據東周刊嘅明查暗訪，發現有4位正值上位、受力捧嘅小生花旦選擇咗企硬，佢哋寧願冒住俾公司雪藏嘅風險，都拒絕交出自己嘅密碼，成為咗今次事件嘅4大反抗軍。咁究竟邊個咁大膽呢？就係張振朗、戴祖儀、郭柏妍同埋尤嘉欣。先講下男藝人呢邊，貴為視帝嘅張振朗。近年喺內地人氣急升，本身 IG 都有成37萬粉絲，商業價值相當高。據知情人士透露，張振朗覺得社交平台係自己同粉絲直接溝通嘅橋梁，亦係佢用咗好多心血經營翻嚟嘅私人資產。佢好擔心，如果連同女朋友楊思穎嘅日常互動都要經過公司審批，或者自己操機嘅成果分享都要被監控，咁樣成個平台就會變得好虛假。所以佢遲遲都未肯妥協。雖然而家仲見到佢出席大型活動，但據講因為佢一直未肯點頭，手頭上傾緊嘅幾個內地商演已經被暫時擱置。睇嚟呢一場仗有排打。至於女將方面，3位反抗軍都係唔惹少㗎。首先係多棲藝人戴祖儀，佢喺 IG 有成29萬粉絲。平時中意 post 啲自己係生活上鬼馬有趣嘅一面。佢對公司嘅新政策反應好大，認為自己嘅 page 就係自己嘅小天地，唔想變成公司嘅附屬品。如果以後出嘅每一個 post 都要4平八穩硬崩崩，咁就唔再係戴祖儀嚟㗎啦。據講雙方而家仲喺度拉鋸緊，未傾得掂數。另外2位就更加戲劇性，就係郭柏妍同尤嘉欣。大家都知 TVB 最近搞咗個新嘅綜藝選秀節目叫《魔音女團》。本來郭柏妍同尤嘉欣憑住甜美外表同高人氣，被外界一致睇好，認為佢哋可以借住呢個機會組團出道，事業再創高峰。結果點知，最後佢哋2個竟然雙雙大熱倒灶，喺初選就被飛出局，令到外界跌眼鏡。究竟發生咩事呢？有內幕消息就話，真正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抗旨拒絕交出社交帳號密碼。公司覺得既然要捧你，就要全方位包裝，唔可以俾你亂出 post 影響形象。但郭柏妍同尤嘉欣就覺得社交平台係自己花咗大量心血經營嘅個人資產，唔想一個唔該就俾人管理。結果就算係大熱門，最後都冇份再玩魔音女團。呢個代價真係唔細。講到呢度，我哋要再深入少少，
睇下呢4位反抗軍背後仲有冇其他不滿嘅聲音。據了解，除咗呢4位企到最硬嘅藝人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年輕藝人私底下都係敢怒不敢言。佢哋嘅擔心有幾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係私隱徹底被入侵。大家試諗下，一個社交平台帳號入面，除咗公開嘅 post 之外，仲有私人信息、對話記錄，甚至係銀行過數嘅通知、網上購物嘅記錄，同朋友講嘅是非、深夜時分嘅情緒抒發，呢啲嘢係一個人嘅內心世界嚟㗎。如果連密碼都要上繳，即係話公司隨時可以登入睇晒你未公開嘅嘢。有藝人同熟人抱怨過，話佢同屋企人嘅對話入面有啲家庭糾紛嘅內容，萬一俾公司啲行政人員睇到，第時喺公司見面會好尷尬。第二個層面就係創作自由被扼殺。好多藝人經營社交平台係想建立一個獨特嘅形象，例如有人中意講寵物，有人中意講煮飯，有人中意講哲理金句。如果以後每一個 post 都要經過公司審批，咁成個 page 就會變成一個又一個嘅官方廣告版，冇晒人情味，粉絲都唔會再 follow 啦。第三個層面就係離職後嘅1年捆綁期。呢個條款最惡劣嘅地方在於，佢唔單止管你喺公司嘅時候，連你走咗之後嘅1年都要管。換句話講，如果你因為任何原因同公司不歡而散，公司可以喺你離開之後，用你個帳號發布一啲對你不利嘅嘢，或者索性唔出 post，等你個 page 變死城，等你流失粉絲。呢個簡直係追殺令嚟㗎。難怪有幕後人員同記者講話，呢次嘅政策係歷年最辣，比當年嘅所謂親生仔女政策更加離譜。講到呢度，好多觀眾可能會問，點解 TVB 要突然出咁辣嘅招呢？係咪純粹想控制藝人咁簡單？分析翻個形勢，其實背後有幾個商業考量。第一就係風險管理。大家知而家社交媒體好易因為一時疏忽 like 咗啲爭議性 post， 或者唔小心泄露咗劇集造型，甚至係轉發咗一啲未經證實嘅假新聞，隨時引發公關災難，輕則刪 post 道歉，重則影響成個內地市場嘅發展同廣告收入。例如前幾年有位當家小生，就係因為喺社交平台講咗一句涉及政治敏感嘅説話，結果搞到成個劇集喺內地平台落架，公司蝕咗過千萬。大台為咗唔想因為一個人嘅行為搞到成間公司蝕錢，所以想統一管埋。第二就係防止資產流失。你諗下，公司投資咁多錢捧紅一個藝人，由訓練班到安排演出，再到買粉絲、買廣告，每一分錢都係成本。如果完咗約後，佢就會帶走晒啲粉絲同流量，咁公司嘅投資咪白做。所以有個1年冷靜期嘅條款。其實好多經理人公司都有類似安排，只不過大台今次連密碼都要收，就係前所未有咁絕。第三個原因可能同賣盤傳聞有關。大家仲記唔記得早排市場不停傳出 TVB 要賣盤嘅消息？雖然公司官方否認咗，但係有財經界人士分析，大股東黎瑞剛同許圖近年不斷重組公司架構，又賣走咗台灣嘅業務。種種動作都只係為咗整靚盤數，等生意靚仔啲，容易揾買㗎。喺呢個大前提下，公司需要將所有可控制資產量化。藝人嘅社交平台粉絲數、互動率，呢啲全部都係可以計算入公司估值入面嘅無形資產。如果公司能夠中央管轄晒所有藝人嘅帳號，咁喺賣盤嘅時候就可以好自豪咁同買家講：你睇下，我哋旗下有100個藝人。加埋有5000萬粉絲，呢啲全部都係公司嘅財產。相反，如果呢啲帳號係屬於藝人自己㗎，咁賣盤嗰陣就完全計唔到數。所以呢次嘅收帳號行動，好大機會係為潛在嘅股權轉讓做準備，將藝人嘅個人影響力正式納入公司嘅資產負債表入面。第四個原因就係要打擊離巢後更紅嘅現象。嚴明熙嘅成功離巢對 TVB 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警號。以前嘅觀念係離開大台就等於玩完，冇曝光率就冇人氣。但嚴明熙用事實證明咗，只要你有實力，加上社交平台嘅直銷式宣傳，你完全可以擺脫傳統電視台嘅枷鎖。
佢離開之後，IG 粉絲不跌反升，每次出 post 都有幾萬個 like，廣告接到冇停手，仲可以自由自在咁去旅行、錄歌同其他平台合作。呢個案例令到好多新一代藝人見到希望，亦都令到管理層好頭痛。如果嗰個有料到嘅藝人都學嚴明熙咁走佬，咁大台仲剩翻啲咩？所以今次呢個收帳號措施，其中一個隱藏目的就係要斬斷藝人嘅後路。你要走可以，但你個社交平台要留得一年。一年喺社交媒體世界入面係好長嘅時間，足以令一個活躍帳號變成死城，足以令粉絲轉移視線去第二個偶像度，咁樣就可以有效防止出現第二個嚴明熙現象。正所謂有啲嘢你唔俾我嘅話，我冇嘢；但係你唔俾我，又要問我攞，咁你就好有嘢。呢句説話套用喺呢單新聞上面，真係非常貼切。藝人嘅社交平台就係咁，你唔管控佢，佢可能係一個計時炸彈，但你強行搶走佢嘅鎖匙，就係搶走咗佢嘅私人領域。講完商業層面，我哋要深入少少，講下法律同私隱嘅問題。TVB 咁樣強制收帳號，究竟有冇權咁做呢？呢度要分幾個層面睇。如果係合約精神方面，TVB 作為僱主，同藝人簽訂嘅係經理人合約。如果合約條款寫明，或者藝人願意簽新附錄同意呢個安排，咁係商業合約層面，你情我願，好難話佢違約。但問題係呢個同意係咪真係自願呢？如果唔簽就冇公開，被雪藏，甚至好似郭柏妍同尤嘉欣咁，直接被踢出魔音女團。咁呢種壓力之下嘅同意，其實好有商榷餘地。喺法律上有一個概念叫做不合理脅迫。如果一方利用優勢地位，令到另一方別無選擇之下簽約，咁呢張約有可能會被法庭宣告無效。當然要證明到別無選擇係好難㗎，因為藝人可以選擇辭職唔做，但對於一個靠演藝事業為生嘅人嚟講，呢個選擇又係咪真係存在呢？第二個層面就係法例方面，香港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根據呢一條法例，僱主收集員工嘅個人資料必須係用於直接相關嘅僱傭用途，例如有關資薪、評核表現之類。但社交平台嘅帳號密碼入面包埋藝人同家人朋友嘅私人對話、生活照片、位置記錄等等。呢啲到底算唔算必須收集嘅工作資料呢？相信大家個心都有答案。私隱專員公署嘅指引講到明，僱主冇權隨意查看僱員嘅個人資料，包括私人手機嘅內容。更加重要嘅係，如果公司未經藝人同意，喺藝人離巢後，仲要用佢個帳號發布嘢，甚至監控翻藝人嘅新動向，呢個行為好可能觸犯緊私隱條例入面關於未經同意披露同使用個人資料嘅灰色地帶。簡單嚟講，如果 TVB 單方面強制執行，逼人交出密碼，法律上其實有灰色地帶，隨時會惹官非。就算合約寫明要交密碼，呢一條都可能因為違反私隱法例而被視為無效條款。換句話講，就算藝人簽咗，將來都可以反告公司。所以而家呢個局面真係睇下邊個夠膽行出第一步去提告。第三個層面就係網絡安全風險。TVB 作為一間電視台，佢嘅網絡保安系統係咪真係做到滴水不漏呢？歷年嚟，唔少大公司都試過被黑客入侵，泄露客戶資料。如果公司嘅伺服器入面儲存咗幾百個藝人嘅社交平台帳號密碼，萬一有一個 IT 部嘅員工心懷不軌，或者有黑客成功入侵，咁後果就不堪設想。黑客可以用藝人嘅帳號發放假消息，勒索金錢，甚至發布色情內容。到時藝人嘅聲譽就會毀於一旦。呢個風險公司又會唔會負責呢？相信冇人敢寫包單。講到呢度，我哋都要睇下觀眾嘅反應。呢單新聞出咗之後，喺網上討論區同社交平台引起咗好大嘅迴響。有網民話咁都得，唔好去搶；亦有網民力撐4位反抗軍，話佢哋有骨氣，寧願唔撈都唔屈服，真係香港娛樂圈嘅清泉。當然，亦有啲比較現實嘅網民話有得必有失，你想要大台嘅資源，就要跟大台嘅規矩。但無論點睇，普遍輿論都係偏向同情藝人嗰邊，認為今次 TVB 嘅做法實在太霸道。
我哋仲要留意一個角度，咁就係呢個政策對未成名嘅藝人影響最大。對於好似張振朗呢啲已經有一定知名度嘅藝人，佢哋仲有議價能力，可以企硬反抗。但對於部分啱啱入行拍緊七線角色嘅藝人呢，佢哋根本冇得揀。如果公司話要交密碼，唔交就冇下一個演出機會，佢哋只能夠死死氣交出嚟。結果就造成咗一個雙重標準。高知名嘅藝人可以保留私隱，小藝人就要被全面監控。長此落去，只會令到有潛質嘅新人卻步，唔敢入 TVB，轉移去其他平台發展。其次，例如 ViuTV，甚至直接做 YouTuber 好過。咁樣對大台嘅長遠人才培訓嚟講，絕對係一個災難。總括嚟講，TVB 呢步棋走得非常兇險。一方面，呢間傳統電視台近年業績壓力大。業績報告顯示，即使虧損收窄，依然未正式止血。加上之前傳過嘅賣盤傳聞，管理層急需收緊對核心資產，即係藝人嘅控制權，將所有嘢正規化，先容易同新買家交代。但另一方面，呢個做法無疑係將旗下嘅藝人當成附屬品，完全無視咗社交媒體時代個人品牌嘅重要性。四位反抗軍企壓，唔單止係為咗自己嘅私隱，更加係為咗守住自己嘅議價能力。如果連最後呢個同粉絲直接互動嘅渠道都上繳埋，咁同一個普通嘅公司職員有咩分別？將來離開公司真係隨時連渣都冇得剩。其實 TVB 有冇諗過呢次強收藝人社交平台事件，難免令仍然有合約係新嘅藝人重新審視自己嘅去留。多位一線藝人接連離開，同埋依家內部出現反抗軍嘅背景之下，呢項政策不但打擊軍心，仲成為壓垮部分藝人留任意願嘅最後一根稻草，進一步加劇藝人嘅離心力。我哋仲要睇下呢件事嘅後續發展。據最新消息，TVB 內部已經就呢個政策開過幾次緊急會議，有高層認為應該從善如流，修改條款。例如，只係要求藝人授權公司查看帳號，而唔係接管帳號，又或者將離職之後嘅1年捆綁期縮短到3個月。但亦都有強硬派認為，如果今次讓步，以後就管唔住班藝人，所以一定要企硬。而四位反抗軍方面，張振朗嘅經理人已經對外表示正在友好協商中。大祖兒就喺 IG 限時動態出咗一張沉默是金嘅照片，冇講任何嘢。但個意圖已經好明顯。至於郭柏妍同尤嘉欣，由於已經被踢出魔音女團，據講佢哋嘅粉絲已經發動咗一個網上聯署，要求 TVB 俾翻個公道。呢場仗仲有排打。最後我哋都要問一個問題：如果呢個政策最終成功推行，對整個香港娛樂圈會帶嚟咩影響？好有可能，其他經理人公司會紛紛仿效。到時唔單止係 TVB，連其他唱片公司、模特兒公司都可能會要求藝人交出帳號密碼，咁樣就會形成一個好壞嘅先例，徹底摧毀香港藝人嘅網絡自主權。相反，如果今次四位反抗軍成功迫使 TVB 讓步，咁就會成為一個里程碑，證明藝人嘅個人品牌係神聖不可侵犯嘅。所以話呢場社交帳號風波有排演落去。係 TVB 成功收返兵權，定係逼到更多人好似嚴明熙咁離巢？我哋會同大家繼續跟進，記得留言講下你撐唔撐班反抗軍。我哋下次再傾，再見。